条清水。多年前，苏州曾经报道，寒山摩崖石刻蜿蜒鹤被填埋，飞鱼峡被淹，指的就是面前的水潭以及流往山下的水涧。当时此消息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。经过文保志愿者等的努力，蜿蜒鹤这方摩崖石刻重见了天日。如今四周仍然荒草萋萋，也有一番野趣。附近有2处石刻，吸引旅游者前来探访。《寒山志》记载，众山之水势，奔而乍回，四河之涛声，荡而还遏，曰蜿蜒鹤。就是蜿蜒鹤下的水流应该十分可观。这处蜿蜒河摩崖石刻是赵一光的篆书，把蜿蜒2字的重部首省略了，岩鹤可以确定，但蜿字只有渊，篆书刻痕也有些模糊。乾隆6次南巡，每次都必定走进寒山，寻访赵一光留下的遗迹。寒山岭的摩崖石刻遍布山岭，可惜由于近100年来寒山别墅的颓败，这些石刻大多淹没于荆棘丛中，少有人见。再往西走几步，能见凌波站摩崖石刻。《寒山志》记载，清凉之阳稍息，出一径曰凌波站，悬崖飞渡，至石渠水寨2崖，剖削经年而成池。有关人士提出，在飞鱼峡西面的蜿蜒鹤开渠引流，恢复旧观，保持原有水系的完整。寒山是一座超级山水园林，从赵一光留下的《寒山志》以及摩崖石刻中，尚可窥见一斑。根据志书记载，寒山上有摩崖石刻未被发现，文物爱好者寻觅的脚步从未停止。